带着小小的小朋友、幼小的小朋友一起吃素，优秀优秀哦！哈哈，你看成功大学历史研究所毕业左边算的毕业，真花园老师。我们现在表扬的他们是吃素要带着小朋友一起吃素，全家吃素。林玉成先生。成功大学历史研究所毕业优秀欧生。慧珍前贤。真花莲老师。李凤玉前贤。参加一贯道，好好休息。谢谢，因为脚不方便，我们夫妻吃素，小朋友一起吃素。秋丽前贤还有淑娟得到前表扬。贤。好，我们请成功大学历史学系毕业系有优秀优秀系有修行典范教师典范，带领子女吃素，环保救地球，得到表扬。啊，